11月26號，大埔宏福苑一場無情5級大火，吞噬超過1000個家園居民流離失所。災難過後，香港人同舟共濟，一方有難八方支援。不過亦都有唔少人趁火打劫，利用香港人嘅善心作奸犯科，甚至有冷血無恥嘅人喺傷口上灑鹽。12月3號，警務處國家安全處以作出具煽動意圖嘅作為罪，拘捕一名26歲中國籍男子，被捕人姓陳，即係自稱白卡聯盟成員嘅 YouTuber Kenny。佢嘅頻道名為 Kowloon King。警方指出，網上圖片顯示陳姓男子曾於大埔宏福苑火災現場自拍大笑，兼舉起勝利手勢，明顯係利用災難傷亡嚟博取眼球嘅卑劣行為，反映其嚴重缺乏同理心，更係對死傷者嘅侮辱及二次傷害。大家唔使擔心大埔嘅傷者同埋死者，因為佢哋所做嘅業呢，罪孽係深厚，做得太多衰嘢，所以先會被火燒死同埋受傷。所以大家唔需要擔心，佢哋只係攞到佢哋應有嘅懲罰同埋報應，所以唔需要同情佢哋。大家係咪睇到拳頭都硬晒呢？今次講埋啲泯滅人性、博取眼球嘅白卡聯盟男版有 Kenny， 仲有位無知嘅女仔同樣拍片。請唔使為大埔嘅居民、傷者佢哋嘅人幫手，唔使再為佢哋，因為佢哋嘅做嘅業，佢哋所做嘅嘢都係佢哋嘅懲罰，所以其實唔需要為大埔呢啲居民而唔開心。呢位無知女士後知雖刪咗個貼文，但都唔夠網民手快，已經將佢啲片 download 晒做 backup。無知女士後仲自爆話係聽 Kenny 教唆。我真係唔知發生咩事咯，嗰日我淨係知道佢咁樣拍片去教壞咯。跟住後尾我睇到新聞先知道原來件事係真嘅，咁我就去咗現場睇咯。其實我已經有影低話我自己，即係睇到呢單嘢我都覺得後悔啊！我真係唔應該去學，唔應該聽阿 Kenny 教唆咯。希望大家唔好誤會我咯，我要澄清翻，我真係對人好好嘅，我好善意嘅，我唔會咁樣做嘅啊！但係阿 Kenny 真係佢教我噶啊！希望大家唔好將我焦點放在我呢一度咯，我普通人嚟嘅。火災中除白卡 Kenny 外，過氣港男兼健身教練 Flo 梁裕恒亦都被指抽水。佢喺 Threads 發文重提2016年牛頭角迷你倉大火救援經歷，表示聽到呼吸器測試聲嘅時候好有 feel， 又形容當年每次出車都好興奮，唔怪得佢俾網民炮轟言論極不恰當。有網民翻舊帳指佢當年出勤一落地即稱受傷，卻早已帶齊個人物品疑似博取工傷長假。亦有人質疑災難發生數日間，佢只顧重提舊事，行為可恥。為咗洗白，拍咗一條約3分鐘嘅片解釋。佢仲話：我所指嘅興奮出車，我諗好多新仔都有我呢一個感受，終於可以參與行動，終於可以貢獻自己嘅價值。嗰個興奮開心係咁樣形容，並唔係我會想有咩事件發生，見到死人會好開心。今次條片就嚟到呢度，大家又點睇呢啲抽水嘅人呢？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你嘅睇法，下條片再見。